今年我哋迎嚟咗一個重要嘅里程碑 ，YPEN 10週年。YPEN 係由一間香港同亞洲嘅資深 IT 專業人士所創立。我哋提供頂尖嘅 IT 安全顧問服務、創新方案同埋專業支援。我哋獲得香港政府 GITP 計劃認可，亦係 Dell OEM 嘅 Authorized Partner。YPEN 一直以卓越、創新同合作為核心，不斷前行。呢度係我哋嘅 Managed Security Service Centre（SOCIFY） 嘅工作環境，做翻7/24嘅 Security Monitoring 託管安全服務。我哋嘅服務包含咗唔同嘅資安同埋 IT 設備，收集日誌進行分析，提供結果報告俾客戶，威脅偵測同埋應對網絡事件嘅應變服務。我哋咧提供一個7/24嘅支援服務啦，咁亦都係包括係內部同埋外部嘅技術嘅支援。我哋同一時間提供一個 ITSM 嘅 operation， 提供一個高效能 IT 服務嘅管理同埋支援嘅。我哋 YPEN 團隊咧主要提供 desk-side support 啦、system maintenance、server storage support 等嘅服務啦。不論係硬件維修、軟件安裝、系統組裝、定期更新、修補漏洞、系統優化，我哋都會全力幫助客戶從前線做到核心。同時啦，我哋有本地嘅物流存倉啦，備有各式嘅 server storage 嘅設備啦，大大加快由落單到出貨、維修、更換嘅整體流程。展望將來，我哋會繼續探索 AI 技術，推動數碼轉型，為企業提供更智能、更安全嘅科技方案。多謝大家一路以嚟嘅支持，一齊迎接下一個精彩嘅10年。